方案通過之後，曾蔭權第一次出席立法會答問會。民主黨嘅涂謹申問佢向中央爭取真普選同就23條立法，邊一樣更加迫切？曾蔭權話兩樣都唔係優先。而家現時我亦都冇實施嘅基本法第23條，要訂定具體立法嘅時間表嘅。特首嘅眼界同胸襟係咪只係做好呢份工，就係落實本地立法2012嘅政改方案，而唔係爭取中央授權，係開展10年嘅立法？爭取1720嘅雙普選呢？我喺呢個任期裏邊亦都做起咗我應該所做嘅事幹，就到下期嘅功夫亦都下一屆政府做，唔係下一屆政府做啲咩嘢咩？係咪？社民連就指曾蔭權喺政改問題上處處受到掣肘。何俊仁身為一個政黨嘅主席，佢話你廢廢地。黃毓民議員，呢啲叫做佔了便宜又賣乖。點解佢可以直達天聽，直接同胡錦濤交手？我哋咧係要做一個關鍵嘅角色，協調嘅角色，亦都係在緊急嘅時間、適當嘅時間做出我哋應該做嘅嘢，先得咗呢個成果。何俊仁先生幾時同國家主席見面話？我冇聽過到喎。根據民主黨嗰個6人小組報告，你話唔到事啊嘛？我而家捍衛你啊！你要答㗎嘛？咁冇禮貌嘅發言好難答嘅，主席唔好講。咩叫冇禮貌？呢個係民意代表嘅冇禮貌。陳偉業議員，陳偉業議員請你坐低。陳偉業議員。謝偉俊就舉起沒有文明、豈有民主嘅標語抗議，之後自行離席。謝偉俊議員，謝偉俊議員，議員嘅行為呢已經令到我哋嘅會議係唔能夠繼續嘅。請兩位議員即刻離開會議廳。較早前梁國雄提問嘅時候，行近曾蔭權掟抗議嘅單張，同樣俾曾鈺成命令退席。你立即離開會議廳。曾蔭權對議員嘅批評用語有感而發。我記得97年以前呢，喺度上高咧有個牌寫住一個中世紀一個古老嘅法國一個成語 Omnis Qui Malibons， 即係話咧喺私刑行為裏邊咧，如果咧係有惡毒嘅話，就自食其果嘅。係我哋提醒我哋每一個喺議堂裏邊講説話嘅人呢，要小心對自己負責，對其他議員負責。獨立議員梁美芬不滿社民連同埋公民黨辭職搞變相公投。曾蔭權話：政府積極諗方法去堵塞辭職再參選嘅漏洞。另外，曾蔭權話10月嘅施政報告會着重房屋同埋老人等嘅問題。多個議員要求加強規管樓宇嘅銷售。曾蔭權話冇排除到立法，但係認為而家嘅措施有成效。喺資助市民置業問題上，政府可以做啲咩呢？運輸及房屋局正係做緊諮詢。曾蔭權話10月嘅施政報告會交代。多位議員追問天匯事件，要求曾蔭權承諾到時提出規管私人樓宇銷售嘅立法框架。呢一個9招12式嘅執法單位呢，就係地產建設商會。根據我嘅理解呢，地產建設商會呢過去呢好似係冇懲罰過任何一間地產商嘅。就算而家我哋去街市買餸，俾人稱咧，我哋稱嗰個都要拉去見官嘅。曾蔭權重申現時嘅措施已經有成效，但亦都唔排除立法。我只係向你一個保證，我一定係會利用天匯呢個事件，將而家現時我哋樓宇買賣嘅情況係如果有唔透明嘅、有唔公平嘅，盡量呢個機會嚟解決咗佢，嚟將呢個問題咧可以真真正正可以處理咗好佢。處理好佢最好嘅方法，我哋已經用行政手段嚟做，係比立法嘅程序更加快、更加會準、更加會靈活性。但我哋完全冇話到我哋唔會立法嘅。老人政策亦都係施政報告重點。生果金有冇機會放寬離港限制？曾蔭權話勞工及福利局正係從多方面研究。老人家將來翻去內地退休或者佢哋福利同埋醫療嘅安排，亦都需要有啲新嘅思維去探討嘅。亦都有議員期望施政報告對中產可以有好消息，包括紓困措施同減稅。稅項嘅調校，財政司長話晒事嘅，我唔關我事啊先。佢話現時通脹溫和，如果有需要，會有針對性措施。無線電視記者郭永嘉報導。